个长期无落雨，影响到山区农作物的生长，所以台南市政府即摆逐工拢为新化虎头埤抽水运送到山区甲安南区36个供水站，互农民灌溉来渡难关。 因为今年酷旱无水通灌溉，影响到玉井、南西、左镇甲南华山区农作物生长，因此台南市政府甲水利署争取水车甲大型水桶等等经费的补助，逐工为新化虎头埤抽水，用水车载去安南区29个储水站。 供那个农民在他的那个农作这边来做灌溉使用。那目前现在我们的整个取水量大概已经达到1万吨左右了市府水利局表示讲，虽然讲最近有落雨，不过雨水无够，所以讲将会继续载水到大内、玉井、左镇、南西等等所在，并且派人去巡视各站的使用情形。嘛为目前的29位储水站增加到36位，来帮助农友度过欠水的危机。 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